元宵节俗称上元节，嘛是一冬当中天官赐福的大节日。民俗专家廖大仪伫2020年，甲台南知名的连锁茶饮店，因为游学太子爷结缘，今年再度推出游爷平安钱1块发财金的活动。từ元宵节开始，连续3天，民众只要到店内打卡，就用抽一个，总共1000个。其中99份，还佫有100块的开运红包，甲1份的游爷虎年限量的纯金金牌。因为我们的店老板，他跟游学太子也有一些结缘，那所以才在元宵节的时候办这样的活动。那我们这3天，从今天开始15号到17号，然后会有一个发放发财金的部分，里面会有一些折价券跟99份的100元的现金，那还有一个最大奖的是金牌，对，那就是欢迎大家来踊跃参与。位伫公园路甲民族路这间茶饮店，早一点一开门，果然吸引袂少的民众前来。花市一家伙仔前来试手气，嘛有经过的民众落来打卡。就游学太子的那个发财万灵丹哦。好像是一面金牌吧，里面打那个游学太子打到那个金牌。那抽什么东西？就抽这个。要最大奖金牌。所以今天也是特地跟家人一起来。对。业者表示，不一定要消费，民众只要到店内打卡，就能领取。内面除了1块的发财金、加发财藏细文，另外嘛有店家的折价券、加99份的100元红包，以及一个限量的游爷虎年的金牌，希望能够甲民众来结缘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